到咗醫院，醫生就話爸爸至少要喺度留1-2個星期啊。事後我同男朋友講咗句多謝，係好禮貌咁，就好似好生疏嘅同學咁樣。因為我已經決心喺呢一段戀愛裏面離開，我要找尋自己感情出路。呢一晚我一個人瞓喺爸爸為媽媽新買返嚟嘅雙層床上面，大聲咁樣為自己嘅罪疚哭泣。我好似忽然之間先睇到父母之間嘅愛情，16年嘅分別，將我由瞓緊呢一張嘅雙層床奇蹟咁樣縫合。但係我自己就從呢一度好清晰咁樣感到嗰個人對我嘅所謂關懷，所謂嘅愛慕，不外乎佢年輕時代嘅一種唔算華麗嘅裝飾，其實係可有可無。果然我哋兩個日漸都疏淡，無奈父親都康復啦，媽媽就嚟到香港同我哋團聚。每晚我依舊係爬到床嘅上格，比起舊嗰張床，我呢半空嘅獨立天地寬敞咗好多啊！而我亦都唔再好似少年時代咁容易入睡啦。夜半時分，窗外面嘅碎燈灑落到我嘅眼眶裏面，散開、迷糊，又再清晰。我長大啦，終於唔再以為樓下一有小房車嘅聲音，就意味住佢嘅小甲蟲爬過海底隧道嚟到揾我。而同時我都開始好勇敢咁樣，好正面咁樣想念佢，想念嗰個我以為自己曾經愛過嘅人。我問自己，問點解咁多密切嘅人同事，竟然可以一天散失到唔同嘅角落，終生不復相見。我思索住兩個曾經同行嘅人，如何喺唔透明嘅歲月嘅兩鬢平衡咁樣成長、成家，然後老去。只有一件事使我安心，父母同母親就瞓喺下層，一齊將我撐起，教我感受到生命嘅高度。佢哋支持我，永遠唔會背棄我。更加重要嘅係，佢哋用自己嘅故事話畀我聽，有一種愛係永恆㗎，話唔定我都能夠揾到，話唔定我真係能夠揾到啊！就係咁樣諗下諗下，果然就入睡啦。